矽情谷聲音專欄，最理想的長久伴侶，除了擔當情人的角色，還會是你最要好的知己。作者李尊。最理想嘅長久伴侶，除咗擔當情人嘅角色，仲會係你最要好嘅知己。只要同對方喺埋一齊，你哋有說唔盡嘅話，無論係天南地北、雞毛蒜皮、開心事、傷心事，都十分願意同另一半分享。一個講到眉飛色舞，一個耐心細聽，咁樣先至係最美好嘅愛情。好多時候面對愛人，你總係會戴上面具，隱藏最真實嘅自己，將秘密埋喺心裏面嘅死角。尤其係喺心情異常低落嘅時候，簡直乜都唔想講，唔想喐。即使係別人問起你點解，你亦都冇力去講，淨係等到一個人安靜咗一陣之後，然後又會變翻嗰個嘻嘻哈哈、癲癲得得嘅正常狀態。然而，唯有對住嗰位情人，你先可以真正卸下你嘅面具，做翻嗰個最 pure、最 true 嘅自己，唔需要點樣嘅轉彎抹角，亦都冇嗰啲乜嘢不能說的秘密，乜嘢都可以傾。好似佢遇到嗰啲值得召喚小鳳姐嘅開心事嘅時候，會第一時間同你分享。你碰到唔如意嘅事情，滿肚冤屈，佢亦都會聽你大吐苦水，甚至主動同你一個溫暖嘅擁抱。兩個人行埋一齊，走過漫漫長路，高山低谷。快樂嘅時候會因為有人分享而倍加快樂，難過嘅時候會因為有人支持同埋分擔而減半難過。唔理係面對邊種情緒，你哋都會能夠喺另一半身上揾到最好嘅慰藉同埋最大嘅感恩。年深日久，當彼此總係冇遮冇掩冇格仔，淨係對住陌生人有所保留，只係會對住中意嘅人呈現最真實嘅自己，相處嚟得踏踏實實，你哋漸漸咁樣會建立出最深厚嘅信任，甚至乎深厚到即使第啲人會詆毀佢啲咩，彼此之間產生點樣感情上嘅誤會，你都寧願眯埋眼，冚住隻耳仔，首先盲目咁相信對方。調轉嚟睇啊，假如有一個人硬係會令到你胡思亂想、疏疏地，如果唔係因為對方平時暗藏太多秘密、奇奇怪怪，使到你冇足夠嘅安全感，你又點會硬係中意呢啲玩轉老朋友啊？講到底，喺一段美好同埋穩固嘅關係裏面，除咗愛欲、願景同埋道義責任之外，仲好需要混合深刻嘅友誼，喺溝通之中得到正能量，等彼此每日都能夠高高興興咁樣迎接新嘅一日，每晚都能夠安心咁樣瞓覺，面對咩事情都能夠揾到原動力同埋安全感。如果唔係嘅話，長久落去，呢啲只會變成一種以愛之名嘅折磨。希望你能夠揾到一個能夠成為你陽光嘅人。矽情谷聲音專欄，文章作者李尊，香港嘅年輕網絡作家，目標係要讓更多人懂得戀愛同自愛。寂寞隨時讓你不需揀時間性地遊蕩時最愛拿着手機，自在拍你真的美。辯論大事還無聊鬥氣，有時隨心口可擔當得起。初戀的年代講起，談到末日世紀，我共你難得這一個知己，從無拖手但有幸福滋味。倘若這是同伴的專利，讓每份好奇如禮物儲起，
曾約你，你要共誰一起不妒忌，這相處當中存着驚喜，情緒別太多，突然亂了自己，仍難得這一個知己，從無拖手，但有幸福滋味。倘若這是同伴的專利，讓每份好奇如禮物儲起，仍偏心這個知己，無涯星空任你自己高飛，想像彼岸什麼天氣，還隔着距離，要看就更與你。仍難得這一個知己，從無拖手，但有幸福滋味。倘若這是同伴的專利，讓每份好奇如禮物儲起，仍偏心這個知己，無涯星空任我自己高飛，想像彼岸什麼天氣，我想要一杯檸檬嘅 cappuccino。和你似有天